当对方从身，你呢双手按着他的，抓着他的手腕这里啊，然后这个往下压，往下按，这个压的同时，这个脚啊做弓，左腿插在他裆里面，右手抓着他的右手腕，然后右手呢扳着他后面，然后靠这个抖身发力啊，抖身发力，然后再啪。当对方前直拳过来的时候啊，你下潜啊，下潜左手抱他这个大腿这里，右手呢抱他这里脚后跟、脚腕这里啊，然后侧步啊，侧右步，把他这个脚啊往你裆里拉啊，往裆里拉啊，肩发力啊。对方肩腿踢来的时候啊，你接啊，接住以后，这个右脚啊踢他下面这个自蹬腿啊，勾踢啊，勾踢，然后上左步啊，左步从他腿上面上来，然后再上右步啊，再折他腿。当对方夹脖子摔的时候啊，夹你脖子的时候啊，他要顺着他的发力的时候啊，顺着他发力的时候，你这个手啊按他这个腿上面呢推他这个背啊，两个地方要同时发力啊，你发力的啊。